来看，有科学家伫南美洲的智利发现鸭喙龙的骨头，而且是毋捌发现过新品种。根据研究，这款鸭喙龙有一栋遐重，4公尺遐长，因生活伫7200万年前。过去这鸭喙龙大多数拢出现伫北半球，这回伫南半球发现，实在是真罕见。 扁扁的喙，身长上长会有4公尺，体重上重1吨。伊是7200万年前生活伫智利南部河川边缘的鸭喙龙。2013年，智利南极研究所科学家伫境内有名旅游景点托雷德佩恩附近发现一罐骨头脆片，研究成果伫16发表伫科学进展期刊，证实是新品种的鸭喙龙，过去伫南半球毋捌出现过。 Es un tipo de dinosaurio que se conocen como pico de pato, ¿ya? Que fueron muy abundantes, sobre todo en el hemisferio norte, mucho en Norteamérica sobre todo. Sin embargo, acá en el hemisferio sur son muy poco conocidos, son escasas las especies que se conocen. En particular con Coquien, era un dinosaurio herbívoro. 阿拉尔孔表示，这种鸭喙龙是食草的动物，沿用2只脚或者是4只脚行路，是群居动物。这项研究会用10年时间，成为研究人员找到差不多100多块骨头脆片，爱真细致来处理，同时佫爱确定这骨头是属于共一物种。科学家表示，这摆伫南半球找到鸭喙龙的意义真大。 推翻过去认为因差不多只伫北半球活动的看法，未来继续研究了解为什么鸭喙龙会山到南部，选择伫这时阵，互内海隔绝的地区来生存，甲是毋是伫当地发展出属于家己的特色。公视新闻张如平报道。